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呢，伫彩色人生这台湾内底呢，要阁继续来邀请到张志文甲副教授呢，要阁继续伫咱节目当中，甲咱做伙来开讲有关伊伫咧专业研究的当中，有关咱台湾的这民间信仰呢，伫遮甲咱做来探讨，还做分享。张教授你好，喜信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都有这个机会，甲咱大家都来探讨庄头的代志。真难得，咱有机会呢，邀请到有关咱民间信仰的专家，甲咱做一个分享甲探讨啦。今日张教授要甲咱分享什么部分？我想讲咱今日就来讲镜头的中心就是这宗庙的主神。宗庙的主神，嘿，咱来讲宗庙神。对台湾的社会，咱真宗了后，宗庙普通唔是真简单，咱就有法度去起庙。因为起庙是伫咱以前社会，咱的祖先过的时阵，经济大家拢无好，有时阵要有一尊神来拜就真困难啊。所以有一尊神的时阵呢，啥物人有神，就讲安尼大家拢来遮拍拼。这个人就派一尊神来，伊就囥咧因兜咧拜，其他的人都无神好拜，就会来因兜拜，为着要求平安求福气，大家就来因兜拜。愈拜准做讲，就这个庄头愈来愈大，就会感觉讲安尼是毋是叫伊贡献出来做公神，莫得做你私人的神。但是你既然出来做公神，有一个所在好大福在啊，福气。这时阵要起庙，爱大家经济算有分，才有法度所以一开始的时阵，实在讲真济都无庙，无庙的时阵，大家就安尼来拜头家炉主，就今年我拜着炉主，这个神就踩咧阮兜的大厅。明年伊头家炉主，伊就请转去因的，大家拢去因兜拜。但是咱就会当了解讲，安尼嘛总麻烦，我要拜一个神。爱去人兜，就感觉这安尼嘛真麻烦，所以了后就有诶庄头就去决议讲，无咱来起一间庙，但摕出来遐，大家人要去拜就拜，无恁去人兜有诶人就感觉无啥好势，杂做啊，这就是尾无庄头尾来起一间庙，来做庄庙，就来拜庄庙神，但是这个。神内面，咱看做讲伫台湾的社会，咱来伫庄头来拜的神足济，大部分拢是拜乡土神。乡土所谓的乡土神，就是讲咱进前嘛有甲各位听众讲过咱大部分是对大陆过来，咱有泉州、有漳州、有客人族群的，咱伫本来咱个所在有咱迄个所在神。像讲，咱泉州伫台湾内面，泉州人算统济，所以泉州人挂的时阵，咱都会使大部分的在来分做有3个所在啦。一种叫三义人，三义人因大部分拢做生意啦，伊伫大陆的时阵就做生意过台湾嘛，大部分拢做生意，所以大部分拢住咧都市内面。所以你看，只要台湾较早期的都市拢有龙山寺，这拢超三义人，咱就拜观音佛祖，因就去拜观音佛，这就哪像变做因的乡土神。另外一个所在嘛是泉州，但是就东安的这个所在，所以咱叫东安啦。伊就是拜咱大家较了解，就是保生大帝。因为伊就讲以前这个保生大帝拜来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无平安有瘟疫，保生大帝是一个医生，所以来了后，这个瘟疫无，所以因就带伊奉祀，做讲伊对咱这个所在有因，咱来搭拜，是安尼怎变做这个所在乡土神？所以咱即马看到真侪保生大帝庙，拢有泉州的东安这个所在啦。安客人就是较泉州，但是伊是较靠山一寡，这个人大部分因就拢拜祖师爷。
所以台湾你来看真侪即种祖师爷庙，有诶就是清水祖师啦吼，祖师爷庙，即种大部分拢按客人咧拜。另外保佑大地啦吼，这拢总是即种乡土诶。到另外第二种来源就是漳州人，即个漳州人因着拜太宗圣王，但圣公吼，伊嘛是一个医生，嘛是对漳州即个有功啦。了后大家就感觉讲爱搭孝念，所以逐供奉起来，就成做漳州诶守护神。对台湾的客人来源大部分是有两个系统，一种是潮州府，潮州府即潮州人，大部分以三山国王，这个三山国王是三座山啦，都是伫潮州府的所在有三座山，这个三座山真伟大，了后伊就认为讲这真有灵性就搭拜，这个独山、名山甲金山吼。了后，就感觉讲拜山啦，无啥人性。了后，就将这三座山啦变做三个元帅，变成拟人化的。怎啊拟人化了变做三个元帅，怎变做国王呢？是安尼。所以咱就讲就拜王爷。有时阵你讲的这个王爷，甲咱普通你讲的王爷是无定是人的对。另外的，毋是潮州府的大部分的这客人，因就用义民庙啦吼。这义民庙是台湾较特别的所在。就是因为清朝有一寡乱事，客人会去帮助清朝政府去平定这个，但是嘛死足侪人。这都足侪拢落汉骹，无人替收尸，尾就感觉讲，伊有功，伊清朝政府，清朝政府就感觉讲，互因安尼死伫田野，变做鬼嘛无好，所以就将因这尸首啦、骨灰收集起来，但讲因这都义民。实在讲，就是这死伫田野的这客家族群的，所以义民庙，咱即摆咱看足侪客家族群的所在。足侪义民拢有即种庙会，这草拢属乡土的事，就讲我对什么所在来，我就派阮迄所在来，伊就来保护，讲这都我的地主来保护。伊若安那想，感觉伊当保护伊。有诶，就是讲像台湾通拜妈祖，并毋是讲台湾真侪拢对捕产来，但是妈祖本来就是一个真重要，伊是一个海神。因为伫大陆要来台湾，一定爱渡海。我要渡海，人毋知。想讲安尼毋知平安无，所以咱讲迄种乌水沟迄定定起风浪会死人，咱就会惊。对。像讲无就有一个海神来替我安尼保护，所以妈祖就是因为安尼吼，所以咱会来做这就是安尼。但是咱会看出，咱今仔日伫拜妈祖，无人伫讲伊海神。咱今日变做伊慈悲为怀所以伊的神性即摆伫台湾是已经改变啦，已经变做那观音婆安尼真，嘛毋是讲讨海人咧拜，今仔日足侪人咧拜妈祖，但是实在讲妈祖是一个海神，毋是一般平地。人讲近山拜山神，近海拜海神，近溪拜溪神，近石头拜石头神。这就是咱来台湾的祖先，因为来到这是一个新的环境，对。因唔知这个环境有啥物，所以这个水土问题，水土问题因嘛无法度去处理。到一个新环境的时阵，到底神有法度保护无法度保护，所以就将本来的神炸咧。甚至尾先天上帝对海神煞变做山神即摆拢差不多丘陵地造人咧拜先天上帝我想咱这个砖头庙内面拜各种神甲伊的来源，这个一般有人咧拜这土地公，种土地公伊个是安尼，因为伫中国的神内面甲咱的行政组织足共的，伊有中央的神，所谓中央的神是管全国的像保生大帝虽然是泉州东安人的神但是伊是中央的医神就像咱这卫生署署长安尼，管全国的卫生大家认同伊就是中央的神。土地公是皇家站的，算做咱的传理长
就甲百姓同接近的，但是都是真福相，对人真好，所以咱就感觉讲啊，土地公甲咱是安尼同接近的，较袂乌白发受气，咱也较袂去惊伊，所以咱就讲啥较简单，但是因为安尼，咱嘛较敢叫伊做代志，所以较好养家，所以因为咱是农业社会，有两种物件通常，第一个土地，第二水。咱土地有法度生产，但是爱有水才有法度。因为水一定会流，所以咱就讲叫土地公爱甲咱顾一个田头，通互咱即块土地去用煞无水损害，田头搭顾一下。但是水流去别人遐，就别人的财富嘛。咱以前有水好管。所以嘛，希望我水流出来，咱无可能通动起来所以嘛，希望土地公安尼水尾你小打过来，钱财唔好去用流。所以咱就咧讲土地公就啥物吼，顾田头、顾水尾啦，就是安尼来。了后就感觉讲会甲咱真好，所以吼，伊会对咱的要求较会有迄种感觉，甲咱的同理心安尼话，所以咱就较会去甲求就讲伊会福气互咱，会财富互咱，所以咱会感觉讲福德正神伊会福气互咱，这拢是土地公。土地公变做讲，不管你什么族群，只要汉人潮拢咧拜，所以客人都咧拜，嘛咧拜，但是因的话啦吼，因为我袂晓讲客话，因的话那叫北公的款。北公，佛公啦，佛公，因但是就是土地公啦，所以呢，北公祠就是这种就是土地公庙。咱福建人就讲这就是迄个土地公庙。一般吼也有种神吼，咱一般人甲称作这阴神的这个归纳的，这是安那？这个阴神吼，就是咱咧讲阴，就是甲咱阳一个相对的物件。咱阳就是咱活着的。凡间的对，咱凡间吼，这是讲字啊，就是咱伫讲鬼迄个部分，所以阴神一般来讲就是鬼，拜鬼是安尼啊。但是咱讲拜鬼都感觉惊，所以咱就讲本来嘛是咧拜神，这拜神一般来讲会变鬼，就是伫台湾的民间内面，就是一般来讲无好势，像无超生无超度，无好，这个转世是讲。丧礼无大用好，这鬼就感觉讲安尼会带咱灵庇，对，所以有时阵就感觉讲安尼是来得积极的，咱嘛小得拜者，你莫来打灵庇为着求平安，求平安因为以前咱水真重要所以迄个真济人伫这圳沟边咧佚佗，囡仔，对，有当啊摔落，水足错啦。老的说阴死诶，所以有时阵老一辈拢讲，圳沟也是安尼水真高，唔好乌白去，就是安尼。所以尾就会感觉讲，这种安尼真济，有时阵因为伤错老找无事体，对，感觉讲唔知倒来讨无，所以无就用一个水流公、水流嘛，因为查甫见了查某，就水公来拜咧吼，讲我都。无法度我嘛尽力啦。拢甲集做就好。来集做我就尽力就找无你吼我嘛是咧甲你讲你毋好倒来安尼，要打好食有诶无诶，就即种情形。是安尼。有一寡是讲，因为台湾当开始罗汉脚作济，罗汉脚作济无位好大，伊就乌白大，有位就往保流浪，了死去，无人好大大。了后这骨灰什么变做孤魂野鬼所以，咱会当看做讲真济，王阿宝边就是什么有影讲什么，这种这种拢较属于阴神。是大概嘛是共款啦，嘛是加减加服侍啦，嘛是咧求伊甲保庇啦，嘛求讲我都遮好心吼，你也有就得保庇。嘛是要求一寡福禄财需求。像这种诶，算因伫咧拜当中，算拢伫外口，拢伫咧外口起庙嘛，有诶拢伫咧公墓诶边。对，有诶拢伫公墓诶边无就是较郊外穿卡，因为阴神一般来讲就是讲，咱要是较袂无代志去了。
咱讲到枕头神啊，有几啊种类啦吼，伊即种拜法啦，甲即个拜即种性质安尼吼。教授，你有想讲要甲咱有啥物建议无？伫安尼研究到尾安尼行一行，看来看过去，佮顶真侪只经典啊，你想想到底是安怎？我是安尼看法啦，去解遐一砖头啊，看伊咧拜神。啊，有时阵吼，咱会感觉讲，咱的拜神的精神真好。啊，有时阵是无奈，像讲咱有时阵会将主神换啦。啊，咱是啥拢要去搭主神换啦，就会感觉讲，我这个神能啊无够遐大。我这个神的迄个位置吼，高位站处那无遐悬。尾啊，就是讲，甲人交陪了后，感觉讲，某一个。这个神力真大，山地较悬，无法来请一个分身转啊。照你讲，人客来厝里，哪会使去赶走猪啦？但是咱为着要互这个较好，啊，所以咱会去搭跋杯，啊，去搭跋杯去大讲无吼，伊就哪像讲高贵人来到咱兜啊，无你的正位好坐啦，吼，你来坐来边啊啦，吼，啊，你就会感觉讲神会使安尼话吼。换来换去，也是讲安尼斗来斗去，啊，我是感觉讲，这个神嘛，哪像无啥物尊严，这是一点啦。今日六号就甲你猜一正，今日你感觉怪怪哦，无啥，你敢若袂使哦，你喺后壁，啊，就带你叫你一个来，别说讲家庭话人，对，啊，哪像讲哇，你摕一个较大的，啊，煞往那做正这个神的分钟咧，哦，啊，另外一方面来讲，咱会咱看出我头拄你讲的乡土神，啥拢会变乡土，就是伊有功劳伫迄个所在，啊，有功劳伫迄个所在。啊，就变迄个所在的乡土神，爱保护迄所在啦。但是啊，一个神吼，咱来看啊，一个神，甲保护迄个所在啦，安尼嘛是无啥拄好。所以，阮即尊神，伊保护阮庄头，隔壁庄的虽然嘛共款拜保生大帝，伊嘛是甲保护因庄头，煞袂使来互相。啊，我是感觉讲，安尼嘛较可笑。这就变做讲，咱拜神有即个限制。都有诶，伊诶专长无共款。像讲我最近咧做一个迄个大比诶三山国王庙，去做诶时阵，拢会一直打讲，阮即个三王吼，足有才调诶啦吼。尤其要赶遐诶吼无好诶物件，真有效。但是要医啥物，咱就讲迄保生大帝即个医神吼，较有效。所以你会感觉讲，哇，安尼吼，我要来找头较好咧。哇，我来拜这个文昌帝君，我要求病，要求药签，我来保生大帝。所以你会当讲，哇，你爱想着真清楚呢。我爱去想着讲，我即马是欠啥物，啊，毋知爱拜倒一个神，无念你拜唔着，煞无效。这就是咱民间信仰，咱咧拜神的时阵有即种困难。我是感觉讲，啊，安尼的时阵吼。咱会当拜着一个，啊，逐项拢总会晓，安尼我都毋免遐麻烦啊。啊，像我所了解的天顶的精神吼，你要达求讲啊，我要有啥物亏欠啊，我着身躯无好，伊嘛是会当甲咱帮助。我头脑无好啊，也是安怎伊嘛会使甲咱帮助。啊，我心灵无平安，伊嘛会使甲咱帮助。对，毋免想着啥物，我毋着安尼所有的事拢总爱去办好了，无我所无法度，啊，这就足麻烦。其实咱应当咱所拜的神是啥？你拜一个就好啊。对啊，拜一个对的，一个专灵的。专灵的。圣经神讲伊是专灵的神，像创世纪17章的第1节，神甲信心之辈阿伯拉罕讲，我是专灵的神。对啊，你应该伫我面头前做完全。啊，那安尼吼，神特别想赐福气互伊，要赐伊平安，要互伊凡事从成顺利，甚至要互伊子孙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真啊济。这专灵的神才法度这种应允。啊，若无他嘛，他法度，咱拜是爱拜一位专灵的神。啊，这位专灵的神吼，照圣经内面以赛亚书的40章28节咧讲，你敢唔知影嘛？你敢唔捌听见嘛？永在的神。耶和华真神，伊是创造地球的主，伊并无野心，啊嘛无批发，就讲有啥物种啊，这个艰难。啊，伊的智慧呢，无度测度；野心呢，伊赐能力；软弱的，伊赐伊力量。就是少年人也得甲野心，强壮也得甲全然跋倒。但迄个等候耶和华的真神的，吼，得甲要定心得的规律，你甲要进入营啊，点一个上天。因奔跑呢，却无野心，行也无疲乏。所以对这段圣经，咱就足清楚来讲。
伊咱即位神真正是永在的神，既然是永在，也是全能者，就是讲伊的气力永远无穷尽的，伊的能力各方面呢，拢是消化一切。所以圣经内面讲，神是万神之神，有一切称做神的、称做主的，但是咱家一位神。家己有的人号称，有的人改称的，对，其实迄拢毋是神啊，敢若一位尔，是独一的神。所以伫圣经内面真正咧甲咱讲啊，讲这位神呢，伫以赛亚书42章第50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甲地所出一切一并铺开，使气息互地上的众人，又使灵性互行伫中间的人的神。耶和华真神也安尼讲啦，讲我耶和华是凭着公义调你，我伫甲扶持你、保守你，要互你食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青面人的目睭，关的人出监牢，领坐伫黑暗中会出监牢。我是耶和华真神，这是我的名。我伫甲无将荣耀归于迄个假神，也无将我的宝座呢归于迄个雕刻的偶像。看啦，我以前的代志已经成就了，现在我要将这个新的代志来说明。这个代志还未开始以前呢，我就已经讲互恁听。这段圣经是咧预言着讲天顶真神，伊家己咧表达伊家己，讲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穹苍的这位神。但因为咱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伊是公义的。人犯罪，袂说讲你做法官的人，你囡仔犯罪，你嘛是共款来甲判刑。对啊，叫做公义。但是你做老爸人有怜悯的心嘛？那伊一般这种歹物啊，伊就无怜悯的心，伊敢要杀人讲白菜糟蹋人安尼。但咱的神真正是慈悲的神，所以囡仔毋对，伊就是用伊家己代替。但是伊是全能的神啊，伊是袂当互死亡加近嘛，伊嘛袂当人带出伊的身躯啊。但是伊会当用爱来表达，用爱来牺牲，靠伫伊家己来赢过迄个罪恶权势，来夸口着公义。所以伊家己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成就咱世间人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和华的名啥名？就是耶稣。伊要将咱对罪恶当中来救出来。所以青眉目睭会当看见，咱教会内面嘛有人较早目睭青眉，也是弱视症的但是伊后来信耶稣目睭开的。但更加就是讲，更加这个目睭是指着心灵的目睭啦。圣经内面咧讲啊，讲咱这个世间人迄个世界的神拢青眉了目睭啦。咱即摆主要看。目睭金金的人，无一定比目睭黑的人搁较光明。系啊，目睭金金所行场所，什么场所？为什么呢？伊目睭敢无看？目睭有看啊，但是比青眉较害啊。青眉人嘛是做运动做正经事业，替人按摩过夜生活，舒服舒畅啊，有精神过来过夜生活。伊嘛当趁淡薄伊的这个生活，对吧？伊过了一个低调的生活。就咱目睭青眉，也是金即不在乎啦。所以要紧来讲。你的心眼是不是有开啦？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呢，伊要开这个青眉人目睭。有当时咱注意看呢，咱咧拜神这样代志，咱有当时感觉讲，咱目睭是金的。伊个这大金你来看安金个安金对吧？安粉啥物无什么龙跳偌大机，拼甲要死对吧？掠做讲这个电这个神一定会保护咱。你看目睭金金啊，对吧？但是问题是。人的心眼就去互迄个世界的神，迄个歹物啊，甲你弄青面啊目睭啊，所以条件伊甲你错乱，所以你莫怪你咧拜，嘛是袂安心啊。那讲一个忘了咱的良心啦。你今日听这个节目，我相信你今日就是讲，你已经换到一个，你认为感觉讲上好的神，但是你嘛是感觉还佫无够，你嘛感觉佫迄个佫无讲足完全。对啊，因为你要做你找的，这种较高分科嘛，对吧？咱来报啊，有影，哪佫来报？有影，你根本你家己嘛袂当掠清楚，到底在就是神，真正当帮助你的。对啊，所以你目睭虽然开，但是啥，心灵目睭却是黑暗。对，目睭却是青的，但是啥，咱的主要甲咱开咱的目睭咧，要互关出家了，你有互关吗？你一定讲你无互关，我也无去互做歹代志，也无共偷，也无共抢，也无来捡到，我来叫你关。但是内面咧讲这个互关迄个无平安的关，你关伫枕头内底嘛。你看你境外甲伫境内嘛，你一定爱靠遐人甲你保护。虽上你敢若无啊，就随在你出入啊，但是你的心灵要关掉。你感觉当时也就要入来，当时也要出来，当时要安那，你就根本真正你无法度。你看敢像讲外口遐五爷将军来顾，其实敢像你去顾掉。所以今日真侪人伫事项顶面真正关掉的但是咱的神要甲咱透放出来。互咱出小灵的教，要互咱对歹物的
罗角中，甲咱抢救出来，要互咱出黑暗这个家路。所以圣经内面讲啊，耶稣基督就透早日光入到了世间，你照亮一日黑暗中死荫内面的人。哦，这句话你足深的呢，这句话你甲看起来，他有阮有坐伫死荫是的，但是伫无神的目睭当中，伫神的目睭当中，你根本就是伫死荫内底嘛。你互我甲你母甲你足惨啊，你家己拢毋知影，伊伫遐咧拍破啊，伫遐咧欢喜，但是神的光就是伊的福音，伊的救赎恩典呢，要临到你，要照亮你。哦，耶稣讲伊是真光，伊就是迄个活命的光。今日人大就近这个光，活命出离伊啊，所以咱来就近伊，咱就会当得到活命的光。所以呢，咱毋通从荣耀来归个迄个有限制，迄个偶像假神，因为迄是人铸造的嘛。人去想啊，想歹命就甲你作弄。对啊，安尼对。最主要这原因就是啥？要甲你因离开啊，你甲神。迄个白囝的关系，如果你超较远，本来恁白囝就要中风啊嘛，你就是跳起要甲伊超，要甲伊请，这个时阵你要勇敢，你要辨别。今日咱咧崇拜一个神，啊，咱咧讲述一个信仰的时阵，真正足重要讲，咱爱用一个理性。当然，咱的神是超越理性，因为伊是全能的。全能啊！伊讲有就有，并立的了，这毋是理性当去体会啊。但是伊确实会当互咱伫圣经当中，伫咱的理解顶面，伫各方面顶面，你会当去超前。圣经讲，你可以揣摩得出，揣摩讲你根本会当想出来，你会当去想着讲啊，这安尼合理的嘛，这个神才是对的。当你感觉这是合理，这是对的时，你用着心灵先是甲敬拜的时，伊就要甲你同在，你就要体验着伊的能力，好，体验伊甲你同在，你根本就免讲去世界咧找神，伫遐茫茫渺渺。第4篇91篇第1节内面开始嘛咧讲，咱住伫迄个至高者隐秘处，就是住伫迄全能者荫下，咱的神是至高者，所以就称作咱一般人讲做上帝。但是呢，咱无爱讲上帝，原因是啥？今日甲这啥宝生大帝什么帝吼，人做一伙。吼，对，其实地就是讲上悬的，上悬的。啊，问题是今日你讲混淆，所以咱讲这God，以罗神来讲，无生开始，无去罗尾是全能者，永远在的神的对咧，的全能者。所以第一咱来讲，住伫全能者的荫下，啊，咱会当讲是安尼，足有福气的。啊，这第二节咧讲，我要论到耶和华真神，伊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的瓦靠。第3节讲，伊得个叫我脱离迄个掠鸟人的网络，甲迄个毒害的瘟疫。这网络咱这个世界的这个罪忘掉咧，啊，但是这个事业处理了无好，也是经济处理了无强，借一寡地下钱庄啊，去做循环利息，你就叫忘掉咧。哦，啊，伫迄个毒当中叫忘掉咧。有但是啊，你像最近什么 AIDS 啊，什么 SARS 啊，什么这禽流感，这拢是瘟疫呢。古早嘛瘟疫，现在嘛瘟疫。但是今日咱要靠啥？爱求神哦，来帮助咱。啊，伫迄位神呢，来投靠伊的这个实果下面，因为伊的姓氏是咱大小的盾牌，所以毋免惊乌鸦惊吓，也毋免惊白日的来劫，也毋惊夜间夜行的这个瘟疫，也是中昼时啊灭人这毒病。意思讲，日时暗时啊，拢有这个住在这个世间就足侪这种这个辛苦白痛啦，甲天灾人祸，你根本都疗伤袂到。但是唯对上重来讲，今日咱有这位神真做咱的帮助，其实你免惊遐什么干。哦，啊，慢慢行遐瘟疫，虽然有千万人扑倒伫你的边啊万人扑倒伫你正边，但是啥？这个灾祸却无临到你，所以咱今日咱也是会当投靠这位神啊，神真正是咱的避难所，啊，咱若将至高者请入来咱的居所，伫咱的心内边，伫咱的家庭当中，这祸患啊，的确袂挖进你的长病，这长病就指着讲你的厝啦，领导，所以你若有这位神啊，讲就免再争神啊，再乡土神土里讲，再神都毋免啊。就敢若一个全能神吼，都有够利用啊！对哦，啊嘛是敢若即位才是真正有够利用，剩下拢无够。所以咱求主耶稣会当来帮助咱，伫咱的信仰的这个生活当中，求神吼会当指引咱人生这个脚步。啊，话咱真正透过这个广播节目，也透过咱张武教授借着伊所研究的当中，互咱去做一个分析去了解，今咱台湾民间呢所拜神的由来是倒位来。其实咱甲看看恁历史几百年啊呢，所以你几千年好无？但咱的神是自古建构以前就有啊，啊未有咱就有啊，啊未有世界就有啊，世界嘛是伊做的，世界既然是伊做的，所以
伫还未世界以前都有伊啊。最主要原因就是今日你有福气啊，可以当透过咧这个节目当中吼，咱听到咱教授伫这个专业的这个研究的当中，去了解到各种这咱所拜的神源头，甲咱所拜这个原因，咱会感觉讲，哎呦，咱活这个21世纪这个科技的时代，咱或者较早的人无知识。但咱即马是有知识的人，咱敢讲啊，佮继续安尼吼，去互骗落去嘛，佮继续佮安尼去卖落去，或者你所拜真正有啥物灵验，其实嘛是共款咧歹物啊吼，伫遐咧甲你作弄啦。啊，所以咱求神来帮助咱，开启咱的心眼，啊来看清楚呢，咱拜神正确的方向，拜着真神较重要。所以呢，时间的关系，今日咱甲教授来分享着有关装神的问题，甲咱装头神这问题吼，甲咱做来做一个分析，做这种的分享，互咱了解。最后节目呢，要邀请咱亲爱听众朋友伫空中来向咱提炼真心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亲爱的天父，我哋求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高你，感谢你今日来享受阮一个真美好的机会，甲张准甲教授伫节目中来谈论关于民间信仰。装神敬拜的圣事，伫当中来反省，亲爱主耶稣基督啊，阮感谢你，互阮活在世界上，逐工伫你恩典之下来享受你福气。主啊，你也把这个宗教信仰的心放伫阮人的心内面，来显明伫人的心内面，互阮对细汉你到大汉，阮每一时每一刻，拢必须爱找到神，拢必须爱仰赖神，因为阮的心。就是伫你遐啦，因为阮就是你所创造的。求你赏赐阮会当来分辨真正宗教，也会当来接纳正确的、有益处伫阮人的这种宗教信仰。主啊，求你开阮的心窍，赐阮智慧，阮会当来神思明辨，阮会当清楚知影啥物做宗教，啥物宗教才是合乎你的旨意，对阮才有帮助的这个宗教，带领阮去敬奉的对象。愿主耶稣祈祷你启导阮的心，开启阮，也赏赐阮智慧，阮会当来分辨。愿主耶稣祈祷帮助阮，愿一切尊贵荣耀、保罗感谢，也拢归于天顶的大真神。主耶稣祈祷圣名，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咱今日呢，访问张教授啊，就到这，咱以后有机会再过来邀请伊继续来跟阮分享着有关咱台湾的这个民间信仰啊，种种的这个。情况互咱了解，咱做一个分析，互咱的这个明智当开咱感谢主，感谢主，平安，平安。